番记》是一本记载17世纪初台湾地理甲台湾原住民族的人事杂记，为明朝儒生陈棣伫西元1603年所写，是现存较早期汉人对台湾地形、港口、贸易和风俗记录的文献。咱即马就来听董教授讲《东番记》。东番记11之1，国有大小道，有河马，又有异人，是指以种类无灭。所有葱，有姜，有番薯，有准翅，无他菜。果有椰，有毛荠，有佛手柑，有甘蔗。东番记11之1，我国菜色果子台文翻译。农作物五谷种类有豆仔类、麻，阁有薏仁，食了会当气度胃气胃水，但是无看到麦啊。菜色类有葱啊、姜、番薯、蚵仔，无看到其他的菜色类。果子类有椰子、毛荠、佛手柑、甘蔗等。以上内容是由董方正教授主讲，多谢收听。